孔雀东南飞。欧里一杯喂。纪绍勇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你想好今朝是来看戏，父子相会，但是不晓得一看啊，搿崔海棠搿个小囡看侪勿要看，突然里啪钻出一个念头，搿个小囡不是男的，啊为了搿个小囡是把你调拨掉脱，留下来再提上小囡。看着清清爽爽的崔海棠的面孔啊，一些些白，一些些红，搿个里向是半月事体。那么哪能呢？说这个纪绍勇，离个目的也非常清爽，随时懂的。所以，就假使搿一桩事体，你要通过崔海棠，其实是做啥人呢？做路相依。不晓得崔海棠呢？匍匐成追，鱼死网破，逼得个纪绍勇没办法，碰到最后，搿个火窜上来，落不下去的时候，门啪拉开了，门正外头一穿头，啥地方去？大客厅，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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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啪，一大路奔过去，还要奔几花路，大概10几步路，突然搿个纪绍勇个两只脚打顶着。那说到该当，我顶到顶，我要称赞两声纪绍勇，搿个马屁绝不是一般的马屁。你想了，假使我现在啪冲到大客厅了，有保卫计划卡我，我现在搭里讲啥个事体？我是讲那个高师傅现在红颜出墙，来向有保卫当时啥个计划一个面太太啊！手枪啪摸出来，当啥人？不会当崔海棠，被当了。为啥？平居内还有，平居不啪一枪把你打倒。所以哪呢？纪绍勇真能开转去，从来分析过搿种话语。纪绍勇肯定夜里向困了床浪向飞来飞去，动脑筋。一小一个实地来着。说是昨日夜里向个油包饭啊，太开心，太快活，最没吃得太多，所以今朝早晨地起得蛮晚。用武之辈，起来归起来嘛，啊，总归拳头搿个升两级了，脚踢两级，弄得厨房不多。现在把那个纪绍勇引到书房间里，为啥呢？这油包饭听说纪绍勇有一桩非常非常要紧的事体要告诉自家。我有报当然晓得，那个纪绍勇呢也没啥个好事体讲出来，其实搿种花边新闻，听听啊，不想想。现在父母靠背浪向打开下去，没晓得。大帅，到底怎么一桩秘密大事？哎呀，大帅，别急别急，来来来来，喝茶，大红袍好茶。哎呀，下一怒过来嘛，大帅，来，抽烟。讲啊！打火机弄出来，已经有打火机有着。不过搿辰光的打火机是要上头，像狮子一般大，拿过来咵，拿当子一样就咵，咵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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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咵！哎呀，边浪向个油包饭大棒起上，当一把枪过来，往地浪向哐一挥，不晓得蜡烛捉到地浪向，飞得扬个这样。哎呀，然后摸出来嘛，来，大帅。讲啊！哎呀，到底怎么一桩秘密大事？其实大帅，这事儿啊，就是红角儿秋海棠的事儿。我晓得那没啥大事体。秋海棠吴老板他有什么大事呢？哎呀，大帅您是不知道，一个女人看上了他。当然的是。秋海棠吴老板长得那么漂亮啊，有女人看中，那算什么事呢？啊，别说女人喜欢，有的男人也
喜欢。我觉得没问，是，可是大帅，那女人可不是一般的啊，她是有男人的。有男人？对呀。他妈的，有男人怎么样呢？有男人怎么还能看上秋海棠呢？就信男人三妻四妾的玩，就不信女人也弄个把男人玩完？别说对开放开。哎呦，大帅话是这么说，可是这秋海棠心里害怕，给那男人知道还得了啊？不就出大事了吗？所以他们想走，远走高飞。你去告诉吴老板啊，这算什么事？哪门子的事呢？啊，你说要是那个男的找他麻烦啊，老袁我帮他的忙。你是对炮对都给。哎呦，大帅，话是这么说，可您不知道，那女人长得漂亮还不算啊，还有钱，很有钱，很有钱。有多钱呢？20万。你说什么？20万呢？这个女人她有20万，就是。宝贝，乖乖听见，你以为这个女的给你以为高当不得了，相应的推为眼眼得他。这女人有那么多钱，是谁家的女人呢？哎呦，啥人屋里向女人得要当心点讲，啥第一个是关键时刻，另一个脾气不是不晓得，但是半夜讲。辰光的，大帅，那小的就爽快的讲，是，小的说，是您的啊，其他响一点，你都拿啥推诿啊？这是谁呀？谁家的女人呢？啊，是您的啊，七姨太，哎呦，七太一光，吼！哪怕与真美，搿金光里头实在斗不过呀！地上像咕噜一个翻身也进不去。哎呦，大帅饶命！大帅饶命！刘宝贝，砰！立起来个子，啊，张面孔亮亮的子，小子，大帅，活得不耐烦了是吧？看见我宠爱罗太太，你小子吃醋了？不，你他妈的，你吃哪门子醋？你以为我老袁不知道，在北京和四姨太眉来眼去，你以为我不知道啊？大帅，现在罗太太回心转意，和老袁人要好，传宗接代，养了那么漂亮的一个儿子，你说他的坏话，你他妈的说他坏话，你就是败我们袁家的门风。有包那个比较，把老人手一枪抹出来，老子他妈的废了你！大帅饶命！大帅，您听小的说，有话快说，有屁他妈的快放！小的当然知道，这太太立下大功嘛，这秋海棠也是您大帅喜欢的角儿。可是大帅，小的不敢不说啊，这事儿其实发生在1年多前。1年多前，小的到良米街给太太请安，忽然这屏风背后出来半个男人。怎么会是半个男人？哎呀，看见小的缩回去了呗。那你冲进去了？我想冲进去，可怕他手上有枪啊，不敢呐。我他妈的！要细夸的一句话，养兵千日，用在一时。恭喜我来不进去，我他妈的你没进去你？我没敢进去，可是小的没走。我在门口候着呢。好嘞，给老子等！我等到晚上，他没出来。再等，等到第二天早上8点，嘿，来了。可一看是太太带着个丫鬟，他们要回公馆来了。小的你上当了，我也知道，那是调虎离山计。可我只有一个人，不能劈成2半人。那小子，你为什么到今天你才来告诉我老袁？当时我没有把柄，而现在虽然没有把柄，可大帅，昨儿个晚上小的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2人眉来眼去，眼去眉来，哎呦，这种样子，大帅啊，您的心思可都在小大帅身上，您可没发现呐？小的看得清楚，听得明白。嘿，昨儿个晚上你不是跟小的说了吗？这次回北京重要公务要2-3个月才能回来。哎呦，小的可急坏了。大帅啊，
万一您走了，他们两个远走高飞，您问小的要一个怎么办呢？所以小的不得不说，虽然这事儿我没有真凭实据，可是八九不离十。大帅，不信您不信，就把邱海棠这小子喊来，我包你看出个子丑寅卯来。话又说回来了，和您大帅，您以为小的在说谎，在骗您大帅？随便吧，大帅，开枪吧！老个为我说啥不错，让夫让夫，以让之夫。这个姬兆勇，今朝是一个变态的人了。平常辰光，你要抢功劳了，人搞了谁的？搞了个谁不差？假使要对奸讲，搿玩意人也认不着，看不见人了。但是今朝难看啊！你当然晓得，虽然当陆相爷，不管哪能说，搿个两家头我侪欢喜。假使说那个闲话不查实，跟我留下来，我也难好看。但是呢，看今朝留下头个人，三个搭搿两家头辣拼命。老个闲话啊，啥呢？叫无风不起浪啊！不信不疑，在那神从哪去？啥事能都分明？这幼女狂风能起心况相依，他淋雨又恨心，他们同而结，不知从哪日起，地道路风必非忠心，陈国陈上纷纷诉，秋海棠儿落香意，我要挖你们的无上喷儿的心。陆相义，陆相义，我有保为是得亏你一桩事体。你居然红昂出墙，你叫我这个面孔摆到啥地方去？啊！我有保为我太会的说，我是别个面孔难看的。啊，年纪稍微大那2岁，大那2岁么哪呢？啊，老夫少气，体无同昂。啊，你崔海棠，你戏子啊你！啊，你想你崔海棠，你能够到今朝一日没我有保卫碰呢？你哪追得到今朝一日？有保卫也碰崔海棠碰啊，真碰！反去管你啥个目的？你哪欢喜？哎，崔海棠啥地方唱戏？你觉得有空，你总归赶着去看。而且记起来不是一个人，再少是一个班，再多一个排，大致这样许多人，为张破这个喝彩的生意不正时，
乖乖个邮包为自家大腿喊啊！1、2、3，呱呱叫，4、5、6，好的不得了，是刚碰得来。小子，你要细夸着，你不像我个姨太太啊，实在把我提得我爱，我要你何家忠诚贴心分。刘宝贝啊，我当抽上来，但是我也10岁了，所有的男人侪不希望碰到搿种事体。你盯到盯，你朗朗想，一面朗发挥，一面朗朗想。陆香怡恨不恨我有宝贝？但是你看见我怕的，既然看见我怕，来做这个事体，你杀体，你不追，你还要留辣我身边。为了陆香怡，你要想弄脱我2个铜钿，那么你再追。搿个有1句是1句，我盯到底，我要替你陆香怡说。搿个女人有志气，我不铜钿，放辣你眼睛里向，不是为之铜钿，那么你为啥不追？有宝贝想来想去，想来想去，想不出所以然。那就是季少用的石了让哈斯提子，崔海棠是看见我有宝贝是怕退。那么你做这个事体，你就应该游走他乡。那么你有啥地方之名？是的，崔海棠本来唱出3个字，崔海棠几乎有名气，是名气之名。但是你当然清爽，假使搿桩事体不能我有宝贝发觉，我就要你个名，性命之名，名气之名，搿2个名摆了哪个面前？你应该挑罗你的命，你当然要挑性命之命。那么你啥体不追？有宝贝往想，想到在于想不出所以然。看上去个小子啊，要让哈斯提出，叫他谁让搿个辰光？只听见悠悠叫，是搿面流浪向，哇！奇怪了，平常辰光有宝贝听见搿个小囡哭声音，哎哟，卡不得不得了，还分还摇了，虽然哭声音开心，就是奇怪，现在辰光你听见搿个小囡的声音，搿个心里想。各种欢喜，各种屈失，各种难过。昨天那季少云讲闲话啊，厉害的地方谁让人给他？你让说啥？他们频频往来，随遇莫非是这沙中是那戏子的根，相思忽与情，只觉得七窍生疑。内分，内分。今朝不管那哈，今朝我有宝贝上有
佛山人今朝要弄2个人开刀子，小的。大帅，你说他们2人要好，已经有1年多了。小的不敢瞎说。那我问你呢？是。楼上这小子是谁的种？三儿子也要提，谁是正北内门的绝我哪位的？大帅，我说了，您可千万别生气呀。这小大帅怎么可能是您的种？我是老袁的种。是。你怎么知道呢？哎，我怎么不知道？哎呀，大帅呀，您想，这一，秋海棠，他和咱太太来往这么久；二，这小大帅，您看看这脸，跟您有点像，只是面架子有点像，您可得仔细看呐。这不是我一个人看出来，大家都看出来，大家都在说，可不敢告诉您而已呀。大家都说了，您大帅，大眼睛，双眼皮儿；咱太太可也大眼睛，双眼皮儿。您看咱这小大帅，眼睛是大，可是单眼皮儿。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大帅，您想啊。您大帅这耳朵多福相，2耳垂肩，还不是您大帅？您就想想咱三爷，咱袁家所有的男人，可不都长这样的耳朵吗？哎，咱小大帅，你想想，这2耳朵哪是袁家的种？这2耳朵就连老鼠耳朵嘛，这怎么可能？所以大帅，我可以吃准，这小大帅不知道哪里弄来的。我有个办法，大帅，你不要怕没面子，就到医院里查一查，我就不怕不水落石出。小子哦，起来。谢大帅。哦呦，伟汉。今天你可是立大功。是。这事要是张扬出去，老脸往哪搁？小的就这么想来着。大材小用了。等这事了了，你就是团长。是大帅，好开心啊！我问你呢？是。敢不敢和这小子对峙？为是队长也对，当然。好嘞，有包围，俺立起来，过来拿门把拉开。门口的4个卫兵，贴身卫兵，一个姓金，一个姓徐，一个姓欧，一个姓桂。有包围，自家头一大喊，金钱无怪。是。长津西吴老板在桂生园，过去把他给叫来，说老袁兴致高，要听他唱上那么2段。是。这个4家队贴身卫兵出去手上抽纸，勾起拿吹海棠弄过来，几乎辰光半个钟头，外头已经喊进来，报告长津西的吴老板到。汪汪一声，这个季兆勇谁听见心别2条，厉害结实来个是，但是季兆勇还是厉害结实，说你相互的3样子，恭喜的我听见吹海棠来，面孔上像朝阳笑嘻嘻，不多跳到哪里？哟，我说吴老板呐，来了，大帅就是听你唱的那么2段，等候齐了，来里面请，请吴老板请。吹海棠夜天分困，当然晓得，你季兆勇绝不会放过自家。
那边也要提个决定，报应终止，今朝随便到谁后黑，我只要办了生意，办了奴，我死后做大罪。现在看见季少勇了，都要分为，望着你想怎么？吴老板长得可真漂亮，怪不得张太太就喜欢这种小白脸。有保卫还听见崔海棠来着，儿子，心里想是我不出个味道，十三岁的白头跟进来上，怪不得张太太就喜欢这种小白脸。搿心里想黑死，这个虎狼叫鱼木老的，搿么呢？人进来，不一看不理，哒哒。有保卫，抽头筋，拿个光浪头砰一听，砰，头拔过来，对搿面一看嘛，鱼嘎子，啥么？一看来就晓得鱼嘎子。啥体有保卫平常辰光，你看出来个崔海棠男么男？其实不是男人，你是个女人。比女个还要漂亮，还要标致个女人，但是奇怪着，今朝叫是帮看出来，崔海棠哪能是个女个？你上讲几户人家你才看花边，你是个男人哇？崔海棠其实是啥？心里想蛮紧张，打进来搿张面孔，当然不活络，必备，好听的用一个词叫啥呢？叫冷静。有保卫看出来，搿张面孔我不欢喜的，但是有一个人欢喜的，白欢喜啥人？陆香怡的白欢喜。十三岁的白头为怪不得张太太就喜欢这种小。有保卫这个后汗穿上来，不能失控啊！哗跃起来，呱呱呱，随着崔海棠门前。有保卫不响，两双眼睛盯牢你，举起这个手像捕手这样，忙正崔海棠面孔上向，砰一击，那么一击阿嘎起，一击难嘎起，再来砰飞过来也是一击，两击不收手，第三击砰划下去的辰光，这个手划不下去，为啥？把它边浪向。肌肉用哗一股吐了，大帅，息怒，大帅，您这样打，万一打得不好，打疼了您老人家多不合算。可被对面上这一捋手在心上，不合算了。我说大帅，人已经来了，你慢慢的问，慢慢的考，慢的来，坐，老李呀，来，别生气，坐，扬州市长有保卫往出背的推。我们小时代里向。有张红木靠背，我有保卫请我去，有保卫身体坐定，白浪人手枪摸出来，忙正台子上不是好好叫，咣啷当跪上去，只听见唱，小子，好大胆，玩女人，玩到我老袁头上来了。长了几个脑袋呢啊！今天要是不走，你要是不走，老袁今天一枪就毙了你！走！崔海棠自家归下自家冷静，今朝这一冷静能拉着了，犯不得一个事情。招，大帅，你叫我招什么？急到说想要细话，这牛高让门旁听了。啊，我说大帅，你这么问，为什么勾引太太？是怎么勾引太太？勾引了以后又是怎么样的？我不想我是要呼吸的，要不要问谁理出？为什么勾引太太？是怎么勾引太太？勾引了以后又是怎么样呢？什么勾引太太？凭据呢？
季老兄，季张三，为什么我来吧？话，我说吴老板呐，昨天我就说了，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大帅，你也知道，平日待你不薄，谁知道你干出这种事情？糟了吧？啊，糟了你也就轻松了。好吧，我就来提醒提醒你两句吧。还记得去年的11月7日，大帅，我在2米街，我就亲眼看见这小子从太太的内房里边走了出来，记得吧？2米街？嗯，哼，我倒是第一次听说，天津还有条2米街。好，大帅他回答的好。要是就我一人看见，大帅可以不足为凭。可是，在以后半年多的时间里，我在左右街坊那儿打听，有10多个人都说，你裘海棠吴老板是2米街的常客，是吗？你说的真的？季兆雄，在这儿无事生非，你不要面子，难道大帅不要吗？好吧，你把2米街的人都叫来，让他们指着我说，若他们都说是裘海棠，我无话可讲。大帅，不是吗？老早打你讲，小句啊，不会走。来，拿来看，小子，我老袁最后问你一句：招还是不招？你要叫我招什么？无话可招。有宝贝，该讲的，一个负责，一个招。南北所有身份人啊，才会得办了搿一个事体嘛，双方都有知都有。既然用8加上来，我说大帅，现在早就和你说，这小子不会走，当断不断，将来你大帅后患无穷。你就看这脸，你就知道有事，但是他不会走。要是今儿你放过了这小子，大帅，你相信我这张嘴，到了明天，人家定会说这么一句话：您大帅还不如朱司长。有个宝贝听见季兆勇搿句闲话，搿个里向灯一来，啥个闲话？朱司长何等养人？原来朱司长天津地界浪向一个市长，搿身价和有宝贝相比太会远了。但是搿一个市长水调之间啦，哪能桩事体啊？那是上海有个角儿叫雷后生，文武老上，所以唱戏唱到文武老上者不得了。果然，搿年轻人戏唱得好，卖相也是好。到天津来演出，卡满卡满。好听闲话叫万人空巷。包厢里向每一天有个女的，男士那是欣赏也好吧，欢喜也好吧，热着来看，看到最后这个女的熬不了，等到三西关寻到后台，啥天也想见一见各位刘先生，但是过去辰光唱戏规矩极大，师兄上来一拉没办法，不能见。退而求其次，在于哪呢？是就一张照片也可以，搿是可以，因为那是现在是起来粉丝嘛，不拿张照片。搿个以他当如此搿张照片欢喜得不得了，回转去，因为欢喜就把它收藏在个抽屉里向，不晓得朱司长回转来，阿妹那不里看见，看见问哪桩事体，张照片实讲长实讲短。闲话嘛，搿个朱司长把调转身来，带子卫兵车子把赶过去，导致搿个西关里向刘后人根本是不晓得啥人叫刘后人，把人家一指，随是李
这个师长上去水枪摸出来，顶到刘后人的裤浪头，叭，当场一枪就打他。这一仗天，哇！不单单是轰动至全天津，是轰动至全中国，军阀乃是退随跑上。但是还有人从另外一个角度盯到定是这个朱师长从今以后离昆德拉格子，把现在一句新法的闲话叫啥呢？叫精神出轨。尤宝伟想到朱师长这个事体随了自家眼门前，这句闲话提醒的对啊，小子啊！我听你的，你说怎么办？大帅，这小子勾引咱太太，不是一天两天，花的功夫也不是一天两天。今儿小的也要他一天一天还清你大帅这笔孽债，难为发子。您瞧这小子赚大钱成名角儿，他靠的是什么？大帅靠的是这张脸蛋。漂亮的脸蛋，今儿小子想用一把钢刀在这小子脸上划一个十字，我要叫他3分像人，7分像鬼。戏不能唱，钱不能赚，女人不能勾引，可是饭得吃啊！用不了多久，这小子就得活活的饿死。大帅，您瞧，小的这主意怎么样？有宝贝在里啊，那个季兆勇，你懂得这个重要性。那这样我来养出来个儿子，顶多像赵子我这样一脸，这个太厉害了，这个其实比一枪打他好叫要厉害了啊！但是有宝贝最后一想要这样做，为啥？四狗是上头个录像眼，和知识长的女个一样，而是俩人暗中欢喜来吹开他。那么将下来，我有宝贝先跑一步，你到两家头再成为夫妻。这个辰光哪可能成为夫妻？吹让个他面孔灰得个能一年，哪再做啥个夫妻？所以，我也要叫你，我也要叫流浪乡这个女人尝尝我有宝贝的味道。所以啥人说我有宝贝个人，我有抽对冲的，刚做一个，你错了。有宝贝的心思也是非常缜密，好主意，棒了！崔黑堂这面孔到底呢？门着记住。